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郭永贵，欢迎收看2月7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武汉肺炎的疫情严重，当然大家拢希望赶紧找出特效药甲治疗方法。另外嘛，期待透过传统的民俗来消灾，其中用加元宵的咸水风炮，因为过去就是去除瘟疫，互大家相当期待。上午一透早，市长嘛亲自到场主持开炮的示警仪式，为市民祈福，长命盛大。市长吴伟贴第二场过新娘，民政局长等济民代陪同，先来到月亭武庙参拜。会中已经有不少民众全副武装等待开炮喜庆。标方选定7号一透早8点的凌晨正式开炮，展开为期2天2夜风炮示警。起炮，我们读秒，5、4、3、2、1，点！2020年野水风炮正式开始。市长吴伟贴强调，肺炎的疫情严重，在科学研究顶面要找出上新的特效药甲治疗方法。不过嘛，期待借着传统民俗风炮甲新明示警来消灾解厄，共同为民众祈福。是这个盐水风炮的起炮，起炮之后呢，这个神教的队伍就会在这个盐水大小区域来绕境。我们期待这个风炮能够像它的民俗习俗一样，能够去除瘟疫。这次的武汉肺炎的这个感染蔓延能够消失无踪。当然，关政帝君一定会保佑所有的市民，还有我们的国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台湾早日脱离武汉肺炎的这个蔓延。市表示，今年活动除了会伫网络第一时间转播，嘛要强调活动安全维护，让民众感受到咸水风炮带来效益甲成果，共同呈现出世界级的节庆。第一新闻官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口罩等防疫物资欠缺，一直成为民众关心的焦点。为了打击有人刁工囤起来坑，或是化关节等贪国难财，市府联合台南地检署调查处等单位共同宣誓要加强合作稽查，来杜绝违法。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威胁，和侪防疫相关的物资拢成为民众抢买的目标。为了避免有心人士趁这个机会来发灾难财，市府甲地检署以及市调处也特别召开记者会，共同宣誓，将会加强调查，打击挑工囤货甲乌白起价的单位。今天这个记者会呢，我们来到台南地检署，跟检察长、跟市调处盛处长、检察局周局长一起来做一个宣誓。因为在现在武汉肺炎的防疫期间，相关的防疫物资绝对是政府有这个责任，能够做管控，才能够避免囤积，避免涨价的。所以说，如果在防疫平常你如果囤积其他的物资、民生物资也就算了，在防疫期间如果囤积防疫物资，一方面严重影响防疫工作的进行，第二个方面也是法所不容。那所以呢，我们绝对是严加查。大家相信口罩虽然是实名制购买，但是如果有人这个化整为零，或是这个聚集起来做这个囤积的动作，那想借此牟利，我们是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市府在行政部门的部分，我们会请消保官跟这个检察局来做一个查。那除了实名制购买的口罩之外，我们还有酒精、棉花等等的相关的物资，我们也希望说大家不要这个囤积。酒精一罐没什么好囤积，你囤积在家里，这犹如放一桶这个瓦斯不定时炸弹一样，所以是易燃物，真的不需要囤积。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会严加查，不只是查口罩而已，对相关的防疫物资是一体适用的。
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如果说是有囤积防疫的物资，例如口罩，或者对于防疫的物资，也就是口罩来哄抬价格，那这个部分会涉及刑事责任。那这个部分会地检署由民生的专责小组来配合以及指挥警调来积极查办。我们希望全部的民众如果知道有囤积或者丰台有关的防疫物资，能够来向我们地检署或警调来检举，那我们务必会用全力来查办这类的案件，让民众能够配合政府的防疫的措施，确实让人民能够受到一个安全的保护。如果说是囤积或者是丰台物价，那按照法律的规定是最高可以处3年的有期徒刑。市政府也呼吁，如果有发现有人刁工来囤货，或者是乌白起价，也会使敲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者是甲各县政府的小保官来投诉。希望市民朋友会使共同来维护家己的权益甲健康。市府也会严格来处理。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这阵啊，民众为了买口罩，时常爱四过走超商甲药局。而台南一位工程师就相当的担心，为了让民众会当方便来买到，买当知影到达敢有存货，毋要搁加走一抓，特别开发了口罩地图。该行动嘛，互市长黄伟哲相当肯定。7号下晡特别前往伊的工作室表达感谢。伫口罩实名制上路进前，侪民众为了买到口罩，四界来走丛。有一名软体工程师也特别制作了一个口罩地图，顶面除了有卖口罩的店家，也有各店家的存量，让民众会使更加方便来买到口罩。因为自己也会去超商去买些东西啊，那你去超商的话，你看到很多人其实进超商都是想要买口罩，那可是看到没有在卖，那就是一哄而散。所以你会看到说，其实他们一直在跑这些超商，很浪费一些时间啊。不只是他们，连自己的亲朋好友，像是很多的赖群组里面，也有讲说，这件有的买，或那件没得买。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在想说能不能写一个系统，然后可以去帮助大家，去省一点时间，然后让大家可以不用一直在到处外面跑，然后就可以知道这些资讯。市长黄伟哲也为了感谢工程师的努力，7号下午也特别前往因的工作室，向因表达感谢。今天非常高兴能来到这个好想工作室，来跟我们的工作室的负责人吴占伟先来表达这个台南市民对他的感谢啊。其实不仅是台南市民啊，这是全国的民众都应该感谢他。那虽然只是这个超商配送这个口罩的贩售，虽然只是几天，但是事实上由于他的这个网站的架设那是可以让许多市民节省舟车劳顿，那更有效的取得口罩。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应该谢谢他，而他自己这个收到60万的账单，户口60万的账单，反而是这个让他自己平添了不少麻烦。那这点我们觉得其实针对对于他的一个善行义举，对于他的关照疫情的想法，对于他的能够便利市民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的这个用心，我们表示最高的敬意跟谢意。现在这个地图也改良成为实名制口罩药局的地图。会长市长黄伟哲也表示，希望未来会使持续甲工作室来合作，共同为打造大台南来努力。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因应这波武汉肺炎的冲击，各大饭店拢全力防疫来降低可能的危机。其中，台南第一间5000间酒店经率先推出放心大房的专案，希望用安心甲调工介绍来吸引寒假延长的亲子旅游。面对武汉肺炎，除了口罩、酒精等民众防疫需求成为关心的焦点，另外观光旅游业嘛面临第一波的经济冲击。不过，台南市第一间5000间酒店都要尽全力将防疫升级，要让旅客安心。嘛因应寒假延长，率先推出放心大房的优惠专案，希望将疫情影响降到上低。开始该专案一推出以后，就陆续吸引侪外县市的朋友前来，成为因的第一选择。顾虑是不会啊，就是也会上网观察，就是每家饭店的那个防疫措施。那我们有想到要来台南这边游玩，然后也得知说他们在这一块方面都很做积极的防疫，对，也做很深层的清洁，所以非常放心。
然后刚好这次他们推出这个专案也是符合我们要的，也送那个清洁的湿纸巾，然后还有含小朋友的早餐这样子，所以不用担心说要12岁以上还要在12岁的时候还要补差价。假是饭店原本大双人房对4000外块到6000外块拢有，毋过现在来大标价不只有机会升等，嘛俗要807到1004块不等。而且饭店每一间的房间拢也出动臭氧杀菌来加强，加一点防护。那其实这个优惠的专案，我们这礼拜上架之后，其实真的有客人来预订，而且其实效果还不错。那其实蛮多的客人都觉得，我们饭店在这一次的武汉肺炎的防御措施上面，其实做得蛮完善的。那其实呢，我们饭店呢在过年的期间，其实就已经开始进行这样子一个防御的措施。所以客人呢，他一进到我们饭店的时候，我们会先帮他测量他的体温，而且我们也是进行了单一入口的一个出入口的一个管制。对，那我们在各个的服务点，还有我们的餐厅，还有公共区域呢，我们都有提供我们的酒精的消毒以及额温枪，让我们的客人可以做一个及时的自我的一个防护。那我们希望呢，我们做这样子完善的措施呢，都可以让客人来入住或者是来用餐呢，都可以感到呢非常的安心，还有放心。虽然过年后原本就是传统观光的淡季，加上现在疫情的冲击，不过业者强调，2002年因得渡过 SARS 的难关，有一套预防危机的系统，请旅客安心大房用餐。而且最近嘛阁推出无同的专案，让人客选择。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一般创业拄到就是技术、资金、土地甲行销的4大问题，所以市府农业局为了让议员会故乡投入农业的少年人解决因伫资金的负担，除了原本的农会系统以外，嘛甲农业金库来合作，推出一个贷款需求，欢迎青农直接向农业金融机关来申请。这位就是回到故乡满岛种文旦的李嘉诚，其实甲其他希望投入农业的少年人同款，伫初期拢面临资金的负担，所以伫农业局甲农会合作，第1期已经贷款120万，希望一步一步实现创业的梦想。像我们在这个从事这个农业，买一些农机啊，是减少我们本身回来的年轻人的一个负担，用减少的负担。那这个贷款也可以我们回来的青农有一个很好的利益，就是可以说这个可以有一个财力在我们背后的后盾，可以增加我们小农的一个增加一个动力，像我们回来从事这个农业，会有很好的开始。现在市府进一步透过甲农业金库合作，正学生农家综合贷款等13种无同的贷款项目甲额度，来满足少年人实际做农的需求。政府为了照顾我们农民我们都知道，当农民最重要的就是资金来源那所以农委会办理政策性农业贷款目前有18种政策性农业贷款供我们的农友来申请那其中跟青年农民最有关系的其实有4种我们的青年从农创业贷款跟农家综合贷款它限制是18岁到45岁那可以让我们的从农的那个农人资金上需求是没有问题。那如果你担保品有不够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农信保基金来协助大家取得资金。根据农业局表示，所有农业专业的贷款虽然利息拢有放宽，不过一旦入选百大青农，也免利息。但希望会当鼓励优秀的人才继续投入，减轻因的负担。电新闻管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先新闻节马上登来新闻现场。你们知道怎么防治人口贩运吗？首先，我来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口贩运。有要出国旅行的以及外来人口，要加强对自身权益的认识。发现可疑的地方要检举通报。移民署跟司法警察会持续巡逻查缉，民众可以跟他们举报。抓到你们了！我们跟全世界的正义伙伴都会不断努力，粉碎人口贩运集团的恶行。
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英文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你总以为你和男生一样，他工作，你也上班；你洗衣服，他换灯泡；他教孩子数学，你教注音。但有一件事不一样，50岁以上更年期妇女罹患心血管疾病症状和男性不同，若出现恶心、手麻、呼吸不顺、背痛等症状，请尽速就医检查。国民健康署关心您。为了避免伫溪浜相对较偏乡的所在有侪道路因为长期无经费改善，造成用路安全的威胁，所以市府干务局争取前瞻计划甲路边专案，今年将有78条的道路打算开25亿来进行体质的改造。以客家南米线这站2627公尺的道路优质改善为例，包括道路口条顶坡、路边的护栏、甲排水沟等等立比化工程，互改造前后真正是改头换面。上个市长吴伟霆伫教务局长苏金安以及立委赖慧元等侪议员陪同前来见证改造以后的成果。会用教务局长表示，希望互过去较偏乡需要改造道路。今年透过前瞻计划甲路边专案，预计有78条道路开25亿，要来陆续改善完成。台南市的这个渠道也算是在全国排第2的就是说长度是最长。那所以我们需要改善的道路也很多。那目前大概就是刚好有我们的这个前瞻计划其中它就是优质的道路的改善计划。那所以呢，我们大概在这个计划里面呢，我们有争取大概有48条，78条有78条。那大概所获得的这个经费大概是25亿。那所以这个对我们一些过去我们台南市有一些没办法经费的问题而没办法改善呢，是有很大的注意。那现在大概都逐渐在完成，那所以我们成果也逐渐都在显现。另外，会长议员嘛针对北门英良高桥的改建、将军区南25之一盐丰桥以及西港东外环道路的开辟，伊向市长建言，希望加速工程进度。今日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回小心这款的镜头，根据台湾伫2011年的研究显示，迄阵的大约有25%的人拢有相当普遍，所以现代病院卫生科医生建议。血小心的镜头一定要详细诊断评估，而且虽然药物会当控制，不过压力甲食食嘛相当重要。根据新台病院胃肠肝胆科的医师谢明忠表示，胃食道逆流的症状包括胸口灼热、腋下酸、咳嗽，或者咽喉有物件卡等，是台湾常见的疾病。虽然药物对用的控制胃酸、改善症状，不过一寡人一旦停药，症状就会发生。医师建议，除了药物的控制，另外压力甲饮食嘛真重要。胃食道逆流其实，在很多人都会有经历过这个样的不舒服哈。那其实大部分的人他可能去门诊或者是去诊所拿了药会吃了会好，不过当他停药之后，他常会发现说他的症状怎么又回来了。而事实上这个东西它是因为胃食道逆流本身是一个多发性的因素，它包括说你吃东西、运动、压力。都会影响到你会有产生这样子的症状，所以当我们药物仅仅控制胃酸，所以吃了药让胃酸改善，那当药一停了之后，胃酸又恢复正常的分泌，那自然胃食道逆流其实常常就会再复发，
因为我们人并没有去改善我们的饮食或是运动或压力，那这样子的话，症状就是时常会反复的复发。所以我认为这个疾病，它说好会好，但是它不容易好，因为它要好不是靠药物，主要是要靠自己的调试才能获得改善。一般来说，饮食方面我会比较建议，像一般是吃饭的话，不要吃到非常的饱，大概7、8分饱就会比较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吃东西尽量不要吃一些高油脂、油炸的东西、煎煮的东西，这种东西会比较容易大量的油脂，那会导致消化不良。那这样子的话，食物在胃的时间越久的话，越容易产生胃食道逆流的状况。还有睡前尽量不要吃东西，一般建议睡前大概间隔2个小时内不要进食。那另外的话就是平常要保持尽量放松啊，还有多运动的习惯，这样子可能都会改善这些的症状。医师强调，有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一定要经过详细的问诊甲评估，除了透过胃镜会用确定疾病的诊断，另外嘛用配合食道机能的检查，确定食道的蠕动甲胃酸逆流的程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基比下中心的中医部对101年伫大内曲溪甲嘉乐推动偏乡医疗以后，到当来服务超过12000人次，互患者相当娱乐。未来嘛将以专人医疗的精神来继续服务当地失能失智的老大人。住伫大内偏乡的93岁石杨阿嬷，过去曾经伫病院做过髋关节手术，而且因为小腿会麻、会抽、会痛。加上行动无方便，必须要靠4脚拐仔才用行路，因此伫手术后，拢无倒去病院做检查甲复健。好在在基比医学中心中医部提供的偏乡医疗，经过每礼拜1天，前后4天的占据，才互阿嬷会用去落田来做事。我这头壳带40档，心脏无力啊，会戆吼。啊，即马我甲伊讲，甲我这个腰吼。药啊，做迄个闪着吼5年啊，我甲伊讲，伊甲渐甲我怎好起来。啊，即马迄个那是我这个骹吼，骹啊做加齿啊吼，啊去就讲迄个退化吼，啊无力，伊用伊甲渐甲我准会当爬到4楼去啊。啊甲。无去进前，恁看一道医生，敢是？正经个啊我这迄个去做这个胃吼。胃有那安尼定安尼拄吼，啊有那伊甲我医好起来，啊甲血压悬吼，我讲我血压悬吼，啊伊用汗药我食到我无咧食些药啊，食汗药啊，这医师吼足够啦，足自卑啊，基比医学中心对民国101年推动中医偏乡的医疗计划，对拄开始的1档服务400-500人次，到现在1档有3-4千人次，而且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拢是一寡高龄的病人，主要提供中医的保健、用药安全宣导、甲癌症体检，另外嘛提供中医甲西医的转诊服务。因为他们其实那边已经有接近山区了，所以其实他们往往就医一次比如说要搭车来市区，他们可能都要半天，等车啊、等门诊什么的。那我们去的话呢，减少他们就医的不便性。那而且类似像一个基础的医疗守护神一样，那就是说，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去哪个医院的哪一科就近，那提供他们一个更完整的医疗资源。那甚至说我们结合医院的癌症筛检、失智症照护。以及那个我们社福的一些像那个长照的部分，那这些都是偏乡民众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有的一些福利。基比病院中医部医师李宇生表示，透过中医医疗资源的整合，甲社区意识的能力，不但会用提升民众就医的可近性，而且对着偏远地区的就医医疗品质嘛会提升。未来基比病院将带入专人医疗的精神。继续服务偏乡，而且针对失能、失智的病人，进一步发展中医的居家照护。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明仔天气如何？新闻最后做回来关心。
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16度到24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介绍收看2月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